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1年9月初二。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25篇，箴言第1章第1節到19節，羅馬書第2章第1節到11節。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題是袂當殺責任啦吼。論斷人是聖經所無允准的代志。台語的漢字講，你若論斷人，就無通推託。中文現代譯本翻譯是講袂當原諒。英文的 NIV 的翻譯是講 No excuse， 無理由，無有藉口。台語的翻譯較接近原來意思，安尼咱要來先思考論斷到底是啥物？為什麼基督徒袂當論斷？首先，咱先來分辨這個辨別是非甲論斷的差別。辨別的英語是 distinguish。論斷的英語是 judgment， 有迄個定罪的意思。咱基督徒通好明辨是非，但是咱毋通佇人的背後佇遐講長論短，甲人定罪。保羅甲羅馬教會所寫的批信的中間提到，所以見論斷人的人，恁無通推託，因為恁所議斷別人的，理當是議定家己，因為你在議斷人，家己也安尼行，所以真清楚，咱袂通定人的罪。就算是講別人有任何的錯誤，佇真濟的時陣，其實是咱佇後壁咧論斷的物件，攏是無憑無據的。現在的語言講未信先判，這種的做法好若親像只是對人無好爾爾，但是事實上，若照聖經的標準，這毋是對人無好爾爾，是得罪上帝。因為上帝並無予咱有安尼審判的權柄。基督徒若是論斷人、議斷人，不但是越權，更加是互家己陷落佇罪的中間，是上帝所無允准的。亞當夏娃當初時所犯的，就是這種的毋對。因食了分別善惡的果子，迄個代表撒旦的蛇安尼甲因講：恁無一定會死，因為上帝知影恁食的日子目睭就光，恁就會當甲上帝共款知影善惡。這是佇創世記第3章第4節所甲咱講的。論斷別人的人，嚴格來講是想要甲上帝共款。甚至變成做代替上帝，代表上帝來審判人。這是佇創世記一開始就講到上帝禁止的事，伊禁止亞當夏娃做這項事。因為保羅甲基督徒講，這是無通推託的，袂當殺責任的就對啦吼。現代中譯本閣較提着講，這是袂當原諒的事。當亞當甲夏娃因安尼來追求甲上帝共款的時陣，因的立場嘛共款，因兩個被趕出愛甸園，失去了上帝的賜福。保羅嘛咧講，伊講咱知上帝審判做這種的事的人是無毋對的。
但是朋友啊，你若用论断别人的事，也是咱家己做的事，安尼你就知影这是上帝的审判嘛？是毋是你轻视伊的仁慈、宽容、忍耐？你应该爱知影上帝是仁慈的，因为伊要爱互你来悔改。安尼是真清楚，上帝的最主要毋是要来审判人，是要互人悔改。但是咱看见罗马地区这犹太基督徒因的心内，因是真硬吼，无愿意悔改，因用上帝的选民来自己，强迫外邦基督徒接受因的文化甲传统，安尼做法超越了信仰的要求。因此，保罗非常清楚来甲因讲：，恁的心公义，着为着家己所调来这的受气，抵到上帝的受气甲公义审判来的日子，恁所受的更较重的刑罚。所以，咱会当看见保罗甲基督徒讲的，咱是受呼召来行好，毋是要来论断人。论断人的人就家己陷入伫迄个罪中，佮家己的迄个标准的内底。保罗佮讲，既若结党无趁真理来趁不义的，就有怨愤甲受气，患难甲困苦，到伫拢总行歹的人，大声犹太，后来希利尼。有恒心来行好的人，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上帝会因为因的好所行，互因来享受上帝所赏赐的这个尊贵、荣耀甲平安。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就是讲行好甲行歹，其实拢是上帝用无改变的标准来审判的。所以伫安尼讲行好，伫第70讲，既若继续来行好，求荣光、尊贵甲败坏的，将永远报伊。患难甲困苦，到伫拢总行歹的人，大省是犹太。到希利尼人，也荣光尊贵平安到伫拢总行好的人，到伫大省到犹太，然后到希利尼，因为上帝无照外貌处人，所以真清楚，无论是行好或者是行歹，上帝拢无偏待人，上帝拢用相款的标准。所以咱讲，基督徒应该着爱谨慎，伫咱的行为，伫咱的日常的生活，特别是伫咱甲人的相处的中间，因为咱袂通提示，咱袂通来讲我着有即个权柄上帝互我有即个权利上帝互咱是要来行好。毋是要来论断人。